艺术水阁好，阁将解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社会人流行一句话，讲一块碗公内底嵌2粒白菜，意思安怎样解说？就是讲碗公无掀起来，实力到倒位，无人知啦。无定内底吼，敢若写2粒白菜嘛有影。啊，这叫做啥？这咧形容食喙落麻。对，有一款人吼，拢敢若可以记喙。普通时啊出门，拢结一地足大地。搁种啊啥则结一地？这社会咧应用的话，毋是表面上文字所写。结一地就是讲提高家己的身价。简单讲，用鼻孔看人，安尼叫做结甲一地，要放啦。啊，这款人结一地，袂输伫咧做行情。结果若真正碗公掀开内底是白菜的时阵，你就知影讲撞着肚头，撞着场面，撞着车柄的时阵，搁种头拄啊讲食喙落麻。罗麻兄弟做了有气的，咱真甲钦服。结果毋是拢干那靠迄支喙食喙的，所以人伫咧相拍的时阵，拍完后，代志已经收煞解决后，剩3、2个囡仔，风筝甲倒伫遐，伊即摆才徛出来。即个吼，结一地做行情，即个讲来闪开，互我来应付。事实人都拍完啊，伊才来伫咧捡肉油啊。吼，讲到即句捡肉油啊嘛，毋是表面文理解说的意思，因为咱知影一盘遮大盘。有诶吼，大成硬拢硬规地，结果到尾啊，哇，规地红硬完啊，剩肉油啊，无你掰减减咧，安尼叫做捡肉油啊。人拍拢已经拍完啊，倒诶也已经倒啊，选已经选，倒已经倒啊，伊即马出来捡肉油啊，讲这拢我处理得，吼，啊那安尼专门咧做闹亏台啦。当然，咱做人都爱甲人照情理，都爱照品照行，毋通敢若做家己诶行情，结果所做诶拢迄落会互扣笑诶代志。所以吼，第一要紧，唔通做迄落不得不实，但是无情无义的人。什么款人？有啊，有专门一款人啊，伊拢不是咧问导游，敢毋是？讲就是去问导游，原来表面上的解说，咱知影，要食一个正肉，就要问导游才会好食哦。甚至有个人当年菜嘛咧问导游哦。啊，毋过即句问导游应用伫咧社会上，就是表示讲吼，伊拢做交代。拢来目一个就走，安尼叫做问导游。所以国情头拄我来讲，有一款人伊真正对象拢不得不实啦。但是吼，坐10分钟就要走，无管人讲伊无情无义，安尼叫做问导游的啦。啊若安尼有趣味吼，确实有真侪台湾话，毋是表面文理的解说，拢是颠倒人应用出来描写社会形形色色多变化的事情。